后来即摆是这个高丽菜大出的季节，也毋过量若多，价销就歹。过年后，高丽菜每公斤是落破到5.3块，一直到前一阵啊，台北果菜市场的交易价才总算回到1公斤6块，但是这个价销也是无悬。台南市议会甲企业联手挺农民，认买到2600箱大约9万斤的高丽菜，再去立国议员的服务处免费发送给民众。真侪乡亲透早就来排练，人排到够长，因你排什么物件？看一个真，因拢是来排练买领这个高丽菜。这是台南市议长服务处外口结合民间的资源，买9万斤的高丽菜。每一个服务处发差不多300粒的高丽菜，希望讲透过这款的方式来填农友。这是因为为去年秋天寒天到目前为止，高丽菜大出，在配合市场的交易平均价销败，菜农拢真艰苦。最近全国的焦点拢放伫抢救旺来，因希望讲透过这款包装引诱的方式，会使呢来送高丽菜，用行动来支持菜农。希望讲大家会使加买高丽菜，挺辛苦的农民。